时代咧变真紧，要安怎培养囡仔适应未来能力呢？有学者就建议，让囡仔专心学习，控制情绪，才通培养出解决问题的能力，这是面对未来挑战的关键。面对变动真紧的时代，安怎帮助囡仔适应未来挑战的能力，正做重要课题。一场讨论囡仔专人发展的研讨会，参加学者分享包含跨文化、跨领域的研究成果，强调培养囡仔专注、学控制情绪、进一步解决问题这片功能是正重要的关键。跨国的研究，那了解说在不同的环境跟文化里面，执行功能的发展、心智的发展。跟执行功能的状态，就算是影片好了，那如果是家长能够有一些引导，然后他去引导小孩去做一些思考，或是做一些反思嘛，那这样子也才能够促进他大脑，就是动脑，然后想想看，那这些才能够帮助他的那个执行功能的发展。学者认为，过去的传统是重视智商，父母即马应该更较专注囡仔的情绪控制，佮透过基地训练，慢慢增强囡仔能力。尤其即卖佚佗电影音，抑个电视影上流行，减少影音成功刺激，甲囡仔斗阵读册，透过亲子互动，拢对囡仔的能力的建立将有帮助。阅读、共读，父母亲有策略的，如果去好好的跟他们有策略的阅读的话，他的脑神经也跟着会进步。我们想一直在推动，希望有一个所谓的国家级的儿童健康研究中心，希望在创造更好的先进的医疗。意见真书认为，除了在教育文化等方面形塑囡仔成长以外，也呼吁政府成立国家级的儿童健康中心，透过医学创造好的医疗照顾，也佫开用照顾到急重症、罕病的囡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